堂仔今日做認識折線圖嘅各類題目嘅，而家我哋要跟翻呢個折線圖去答問題。嗱，呢一個呢係某書店上半年每月售出嘅書籍數量嘅。咁到底係咩呢？佢有兩條線嘅，一個中文書，一個英文書。上面綠色係中文書，然之後下面呢條深綠色就係英文書。咁呢度有月份同埋呢數量嘅，即係話上半年呢每個月賣幾多書，就係呢一度寫咗。好啦，咁第一條呢，佢就話書店於6月售出5500本中文書同2500本英文書，請完成右邊折線圖。嗱，呢度呢6月呢係冇數字㗎，佢叫你畫翻中文書550本，英文書250本。咁呢度呢，你就點翻啱個位，再畫埋條線，就會係咁樣嘅。嗱，自己畫咯。到第二條，中文英文書銷量一樣嘅月份係邊個月？各有幾多本？佢話呢，有一個月呢，中文英文係一樣咁多，其實就係呢一度。呢度得一點呢，其實係兩種語言都同一個咁多嘅。呢一度就係2月，咁各有幾多本呢？就係呢一度4000本。到第三條，中文書銷量不少於5000本。嗱，呢度5000本唔少過5000本嘅月份，唔少過5000本，即係5000本都得嘅。咁所以呢個要計，呢度要計，呢度要計，呢度要計，總共係有3、4、5、6月。然之後到第四條，英文書於1至3月每月平均銷量係幾多本？1至3月英文書要計翻個平均數。嗱，呢度呢，英文書3000本就係1月，2月就4000本，3月就3500。咁你就將呢3個數字加晒佢，然之後除3就得出呢3500本係平均數，咁就計完啦。好啦，到第5條，售出最多英文書嘅月份裏邊有4% 嘅客戶呢退貨喎，咁即係該月份退回來嘅英文書係有幾多本？嗱，而家呢度呢，有一個月份就售出最多英文書嘅，我哋睇下英文書嗰條線，即係呢個深綠色，最多就呢個月。咁呢一個月呢，係賣咗4000本書。4000本書入邊有4% 係退貨，咁即係退咗幾多本？嗱，咁你就將呢個4000本乘翻4%，你就應該計到160本。160本退貨退返嚟嘅。好啦，到第6啦，呢一度於4月呢，中文書同英文書一共售出幾多本？4月呢，呢度中英文書加埋幾多本？嗱，中文7000本。英文呢就呢度2500本，咁所以7000加2500就係9500本。到第7條，中文書於5月嘅銷量係4月嘅幾多分之幾？佢呢度啊，要以最簡份數作答。中文書就呢條，5月係4月嘅幾多分之幾？嗱，5月呢係賣咗6000本。然之後4月係賣咗7000本，咁所以5月係4月嘅幾多分之幾？就係7000分之6000。嗱，咁你約簡呢就會變咗6/7，咁就 OK。嗱，到第8條啦，此書店於3月呢買某本中文書可以得8折，買某本英文書可以得9折。如果喺此月呢，某本中文英文書銷量喺呢一度。咁即係話3月呢兩本書為此書店帶嚟收益共幾多錢？嗱，究竟呢度講咩呢？佢話喺3月嘅時候呢，有一本中文書啊，佢話某本即係有一本中文書買嗰本書可以有8折，然之後買某本英文書即係有另外一本英文書係可以有9折。嗱，咁所以有兩本書嘅，一本就中文書，一本就英文書。咁佢哋嘅資料喺度嘅。3月呢個特價書啊，即係話佢話中文嗰本書售價120蚊就可以8折，佢頭先呢度講嘅，咁就賣咗呢度銷量34本，然之後呢嗰本英文書呢售價140蚊，
就可以有9折，賣咗28本。咁即係話夾埋啊，呢兩本書賺咗俾書店嘅係賺咗幾多錢呢？嗱，呢兩本書賺咗幾多錢呢？咁我哋就計一計先。首先呢，中文書就呢一度，佢本身售價係120蚊㗎嘛，然之後8折，咁所以乘翻80%，咁就係呢一本書嘅價錢。咁跟住佢買34本，所以就要乘翻34，咁就計到呢本中文書賣咗嘅錢嘅總數就係呢一度。跟住到英文，英文就係140蚊9折嘅，140乘90%。跟住賣咗28本，所以再乘翻28。咁呢度就係嗰本英文書喺今個月賺到嘅錢。咁所以呢度呢係中文書嗰本中文書啫，嗰某本中文書賺到嘅錢呢一度。英文書嗰本啫，就係呢一度。120蚊8折買34本，仲有140蚊9折買28本。呢度呢，加晒佢，計晒佢係6792蚊。咁所以呢兩本書特價呢，共賺到6792蚊。呢個就係佢問嘅嘢啦。快啲上榮恩教室嘅 Facebook 同埋我哋嘅網站度睇下啦。